南投的德山镇公所要甲德山打造做一座的花园城市，是伫咧镇内真侪所在来种花草。这个配合着德个灯花，搁来规划三大花海，分别伫咧99坎。 下边的吊桥甲科仔坑，即摆开花是开甲长水哦，要来展现花园城市的魅力。赛车经过德山镇的99坎，会能看到边啊有一大片粉红色花海，无论是朴树桥还是百日草，今嘛拢已经开个正暗。哇，真的是心旷神怡！2023竹山竹艺灯会已经开始了。白天要到哪边去呢？白天就到我们的99坎花海这边来看这么漂亮的花海。德山镇公所就来配合德家灯花，伫咧99坎含瓜坑规划花海，伫咧瓜坑可以当看到日头花水景，绝对值得乡亲欣赏。今天从台中过来，然后刚好路过这边，看到这边有一个花海，还蛮漂亮的。德山德家灯会会办到2月初5，德山镇公所欢迎大家会当趁过年时啊来到德山镇行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